主后2023年9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农历以外的时运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传道书第9章第1节到第10章第7节。我阁看到伫日光的下面，熬走的无一定会成功，有力的无一定会较赢，聪明的无一定会得到美娘，明理的无一定会好业，有学识的无一定受看重。因所拄着的，拢在伫时甲机会。人的时，家己毋知，亲像鱼不幸互网网着，照互落网转着，在下忽然到下时，世间人陷落迄内面嘛是安尼。我看到日光的下面有一项智慧，叫我观看真特别。有一个真细的城，迄内面人真少。有一个强的王来攻击、围困，搁起悬的土堆甲伊攻击。城内有一个善车却有智慧的人，有用伊的智慧救迄个城，后来无人记得伊。我讲，智慧赢过开力，做是善车人的智慧。煞互人看轻，伊的话无受重视。智慧的人轻轻仔讲的话，比戆人的头目大声嚷较有人听。智慧赢过交战的武器，总是一变失措，会破坏真侪好事。死去的河神，互规罐香油发出臭味。小可的牛戆比智慧较尊贵，较有力。智慧的人的心往正路，牛戆的人的心往偏路。牛戆的人欠缺智慧，连出门嘛沿路显出家己是戆人。掌权者若对你发生气，毋通离开你的职位。因为冷静会当互你避免大过失。我看到日光的下面有一项不幸，是掌权者造成的错误，就是安排戆人坐官位，好业人坐价位。我看见奴仆骑马，贵族亲像奴仆行路。农历以外的时运。我自认为家己是一个幸运的牧师。虽然伊毕业了后，受派到东台湾担任传道师。当时教会土地产权分属教会甲一位已经移民的长老名下。有一日，长老归国，转来教会礼拜，会后甲我说明。当时，伊出钱购买土地献互教会，产权却无寄予教会的缘由。所以，我伫会议中请长执同意，无论开偌济钱，拢着把握机会完成土地过户，无够的部分我会设法。当时，教会差不多用尽存款完成过户。感谢上帝，5年后，伫迄块土地顶面有新的礼拜堂甲牧师馆。我服侍的第2间教会是伫公寓1楼的教会。某一日，隔壁的厝互法院拍发牌的告示，我赶紧调集会议，主张用第一拍的介绍。搁加几十万块去购买。我说明，隔壁厝发牌的机会100年难得，教会应该加开寡钱去买起来。若无，等第2拍、第3拍以后才要买，虽然会当
较俗，却无一定买会到，以后要买会愈困难。所以教会把握机会，购买、搁征收，差不多开尽存款。感谢上帝，活动空间变宽阔，住的人数也逐渐增加。我家己认为，毋是一位真有能力运事的牧者，总是伫恩典的服侍。我是一个幸运的人，加上中日同工熬走的速度、愿力战的勇气、聪明的智慧判断、机智的反应、尽职的参与，等拢时运一个到，阮就会当把上帝所赐的时，得到伊的赏赐，互教会得到扩展。传道者针对时运这件事，劝勉人反思人生一个已知的无确定性，能力加上努力无一定会成功，毋过若无努力争取，搁较袂成功。这种人生经验的吊诡甲矛盾，常时也存在伫基督信仰的经验中。伫传道书第9章11节，传道者强调时运了后，甲人掠做是良机的时运，转往互罗网掠条的厄运，因为人毋知影人的时，家己毋知。2021年，我伫牧养生涯中，受中会委派带领教会同工，做伙重新开拓一间原本就存在却无人牧养直到羊群四线的独立教会。2年来，我得到中会和教会全力相挺，却可能因为我个人能力不足，也是分心牧养，直到迄间教会拢无成长。为了安尼，我做一个决定，甲家己找遣到这间教会，专心开拓牧养。这种开拓的事工，对我的目的，到底是良机还是危机呢？时也、命也、运也，敢会徛伫无传福音本事的我这一边呢？当我带着担心对高雄新生教会行向新希望教会的时，伫十字架顶受难耶稣的呐喊：爸啊，我甲灵魂交伫你的一生，灵魂也是一生的性命，我甲一生的性命交伫你的手，诚做我放下担忧的放心，因为无论成败，上主拢掌权。默想，相信毋是抱持着结论，是选择行伫一条新的道路。相信毋是抱持着结论，是选择行伫一条新的道路。咱来祈祷，天顶地下一切有权力、奉行伊旨意的神僕啊！恁拢着赞美、上赞上主，一切受造物啊，拢着上赞上主，着伫伊伫你下面的逐个角落上赞伊。我的灵啊，着上赞上主，靠搁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